宣彤教室我们是关于美的课程，书法这样一个既是形式又是内容，来开始一步一步的了解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之美。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理念呢，一直叫做写字加写字 Plus， 就是在写字只是一个源头，然后其实帮助我们是叩开传统的大门。有一句话叫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其实进到这个门里面，我们可以和古人做朋友，古人的生活、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趣味马上能滋养和帮助到我们的时候，我想传统就不再是一个书本上的存在，而是切实的当下的生活。